伫遮咱来看圣经记载伫个以弗所书第6章第10甲20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0甲20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最后，恁爱倚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恁爱穿着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会当互恁徛在来抵抗魔鬼的诡计。因为咱毋是对抗迄个有血有肉的人，乃是要对天界的邪灵，就是这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甲宇宙间邪恶势力作战。所以安尼，恁爱以上帝所赐的武器来装备家己，好伫个险恶的日子内底，会当抵抗敌人的攻击。战斗到底，落尾会当守条阵地。所以恁爱准备好，爱以真理做腰带，以正义的护胸甲，以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仔来穿。爱常常摕着信心的盾牌，好会当互恁有能力来抵抗遐个邪恶者所射出的一切火箭。恁爱以救恩做头盔，以上帝话做信心所赐的宝剑。恁爱伫个基督中祈求上帝的帮助，常常随从信心的带领来祈祷，爱事事谨慎，毋通放松。爱不断地为正信徒来祈祷，嘛爱为着我来祈祷，求上帝赏赐我适当的话，伫我该讲的时阵，会当大胆开喙传扬福音的奥秘。虽然我带着锁链，我却是为着这福音的缘故做特赛的。恁爱祈求主，求主赐予我有勇气讲该讲的话。圣经以上，愿咱顺服圣经的话，才安尼行的人。伫遮，咱要来邀请咱的主理牧师、蔡牧师来传讲信息。伊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是木星系列第11，恐惧第3。咱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时间咧过真紧吼，一礼拜就过去啊吼。唔知影大家敢会记即顶礼拜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咱顶礼拜主要是通过耶稣受试探的经文来了解撒旦的作为。咱有讲撒旦有3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迷惑世间人，引诱世间人，迷惑世间人，互伊无要认捌真神上帝。第二就是讲撒旦会攻击信徒，咱若要为主做工，撒旦就要破坏咱的工作，所以伊会攻击信徒。第三项，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抵挡真神上帝。所以撒旦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互人离开上帝，互人袂记起上帝，互人无爱敬拜上帝。然后咱有讲到讲撒旦所使用的手段，咱用耶稣受试探的即个经文在讲，伊首先就是找咱的弱点，比如讲耶稣禁食40天，肉体枵，伊就攻击即个弱点，互你屈服。第二项，伊用即世间的物件咧吸引咱，伊用万国的烟花咧诱惑咱，互咱诱惑试探，互咱沉沦。第三项就是破坏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用欺骗的手段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第四项，伊是用威胁、恐吓，互咱心中惊吓，这是撒旦的手段。所以咱爱理解就是讲，咱今仔是面对一个真可怕的对手，所以咱一定要细腻。但是感谢主，伊透过圣经上帝话要帮助咱做好的装备。所以咱今仔爱主神来听，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每一遍拢透过你的话，
就是你活泼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帮站。主啊，阮恳求你，互阮有安静的心，有教养属天的智慧，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得到帮助。我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拄则有讲到，讲咱面对一个真强的对手，真可怕的邪恶的势力。啊，面对这么可怕的试炼甲挑战，咱也爱先找一个倚靠，因为干那靠咱家己人的力量，咱是无法度去面对这么大的势力。所以第一项牧师要提醒大家，就是咱来倚靠耶稣基督的大权能，来建立咱刚强属灵的生命。大家毋知敢有爱看迄个武侠小说，还是讲武侠的电视剧？通常伫武侠小说来讲，电视剧内底拢会出现一个一个剧情吼，就是一个男主角吼，伊武功凊凊彩彩，无啥会晓武功啊，甚至拢完全袂晓武功，去拄着一个武功高强的对手，这对手要来困住，要来拍，咱会当知影，一定头去向拍甲东倒西歪啦吼。到最后这个武功高强的歹人伊就来侮辱了最后要用一个致命的绝招来拍死所以就准备要用全身的功力拍出最后一掌通常伊拢会大笑三声啦哈哈哈然后出力要出一掌迄个袂晓武功的主角心看上这下一定这个一定无命的所以目睭刻掉的手嘛伸出去接这个奖无想到后一幕的剧情就是迄个歹人向拍一个煞拢跳出去弄到一张树拢落落来这主角毋敢相信讲，我竟然会当拍败这个人，结果回头一看，原来家己的师傅伫后壁出现替伊咧运功啦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老仙角的帮衬。伊才会当拍败即个强敌，所以咱来明白就是讲，咱今仔面对一个足强的对手，你若要靠家己无法度面对，所以咱爱去找一个有能力倚靠的对象。所以今仔日经文一开始就咱讲，你来倚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这互咱两项真重要的信息，就是伊咧咱讲，保罗咧咱讲。讲耶稣基督是充满大权能的上帝，因为咱若真用心来看圣经中间，比如讲咱对福音书来看，咱看到耶稣基督有迄个大权能会当医病赶鬼，甚至咱若看使徒行传，彼得伫哥尼流的厝内咧传福音的时阵，伊安怎介绍耶稣？咱注意看伊安怎介绍耶稣。伊讲：恁也知影即个拿撒勒人耶稣。上帝怎样用圣神甲大能灌压伫伊身上，互伊行遍各地，做真侪好诶事，治好一切受魔鬼控制诶人，因为上帝甲伊同在。所以咱就理解着讲，耶稣有上帝所赏赐伊诶权能，所以伊有能力去治好一切受魔鬼控制诶人。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有大权能诶人。而且毋干那安尼，咱知影耶稣之所以会当倚靠的理由是，除了伊有大权能以外，更加重要是伊疼咱。一个疼咱、阁有大权能的上帝，互咱会当专心倚靠。这是咱来理解。然后第二项，咱既然知影耶稣有大权能，咱就爱倚靠伊来起造。咱刚强的属灵生命，倚靠是啥物意思？倚靠就是你来倚好紧紧的倚好紧紧，一直紧到啥物程度？紧到落尾，你就住伫伊内面啦。比如讲一个囡仔伊咧倚靠伊老爸老母，一定若拄着困难，一定是安走去老爸老母的怀抱中间来摸呀，摸安拢密伫老爸老母的怀抱中间。咱看圣诗。189首，写讲替我拍破石盘身，互我密伫伊内面。所以倚靠就是倚靠到上落尾，就是咱会当踮伫主的内面
这点保罗常常提起，伫个批信中间常常提起讲，咱来踮伫主的内面，因为这是咱建立刚强的属灵生命是非常重要的。这有两个真重要的信息第一项就是，咱若踮伫主内面的时阵咱会当靠耶稣基督除罪啦，因为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伫主内面上界重要就是咱会当倚靠耶稣基督来除去咱的罪。圣经约翰一书第3章第50到第60安尼讲：恁知影主捌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伫伊并无罪。既若踮伫伊内面呢，就无犯罪。所以咱若无受罪捆绑，安尼撒旦就伫咱的生命中间无主权。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伫主内底靠耶稣基督除去咱的罪。咱等下要守圣餐，咱看见着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就是要赦免咱所有的罪。所以咱来踮伫伊内面，就当得到除罪的快乐。另外一个较积极的方面，就是讲，咱若踮伫主的内面甲主连结，咱会当得到迄个刚强的能力。这段经文咱不是咧读，主要说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树枝。迄常常甲我结连呢，我也常常甲因结连，的确会结真侪果实。因为若无我，恁就啥物也袂当做。咱伫主内面好亲像树枝甲葡萄树相款，有一个生命连结关系。咱若甲迄个树丛连结做伙了，咱就当得到迄个真活泼、源源不断的快乐。安尼，咱就有迄个能力来面对真侪挑战。所以，甲主结连，咱就当得到刚强的能力。所以咱第一项就是在咱来倚靠这个咱生命的救主，就是会当拯救咱，互咱会当倚靠，佮听咱的耶稣基督，来起造一个刚强属灵的生命。但是保罗知影咱人总是软弱的，常常毋知影要倚靠主耶稣嘛，咱常常想要倚靠家己嘛，常常毋知影要爱甲主结连来抵挡魔鬼。所以保罗接续就互咱一寡秘诀，互咱有能力来对抗魔鬼。接续伊就安尼讲，伊讲爱借着上帝恩典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咱看见保罗讲恁爱穿上帝所赏赐全副的军装，通互恁会当徛在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咱来理解咱若看这段经文你若看到20节，保罗讲伊是被锁链链条的人，对无？因为迄个时阵，伊伫罗马的监狱内底被关，所以逐工罗马政府会派即个当时阵上界坚强的即个上界勇壮强的即个罗马军人来顾保罗，甚至一边锁链是牵伫保罗的手中，另外一边是牵伫即个军人的手中。所以，逐工拢会咱看到这军人因所穿的军服甲手提的武器，所以伊就想着讲，这军人是去战场顶面咧烧战的，对无？咱伫属灵顶面咱嘛是咧征战，咱咧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所以伊就提醒这教会信徒爱穿上帝所赏赐全副的军装。这其实伫保罗来讲有两个真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咱若详细研究保罗的批信，咱会发觉讲保罗对这个烫衫甲穿衫有伊特别的意涵。保罗这个伊常常强调讲，咱爱将迄个旧的人来烫掉，然后爱穿新的人。所以保罗伫批信中间穿衫是代表讲咱的生命爱得到换新改变。所以伊讲爱穿就新的人嘛，所以这段其实是咧讲，咱爱改变咱的生命。穿军装的意思就是讲，爱靠着上帝的恩典，互咱的生命会当彻底得到改变。如果咱的生命改变，
咱才有能力来对抗魔鬼啊！啊，如果你若无要改变，拢永远沉沦伫罪内底，魔鬼就对咱有主权嘛。咱无能力去对抗伊嘛。所以第一项就是爱精心改变咱的生命。然后咱要注意，就是穿全副的军装的意思，就是讲每一个部分拢爱穿去，咱毋是穿一半的，爱做全人全面性的操练。咱穿军装袂当讲啊，咱俩穿迄个盔甲，啊无戴头盔，咱无讲啊摕宝剑，咱袂记穿迄个盔甲，袂当安尼，爱穿全副的。因为只有穿全副，才是算作准备好，才通去烧战。所以咱爱一项一项这武器甲防御的工具，咱爱好好来研究。所以牧师要用2礼拜的时间，甲大家看这几项全副的军装。咱今日要来看2项物件，2项物件。第一项就是用真理做腰带。咱知犹太人因穿的衫是一个真大片长长的布来盖伫身躯顶。所以迄个若要做工的时阵人若迄个像我穿即丝要叫我去运动要做工做麻烦的因为伤过长嘛。所以因拢爱来这衫撩起来，然后用一个腰带来绑起来，安尼就真有力，就真有力就是会当工作。所以腰带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就讲将腰带绑好好势，有2个意思。第一就是已经准备好，第二个就是安怎，我有能力，我有气力。束腰是代表有气力。若穿军装的方面伫这古早的罗马时代，这个兵啊伊所穿的这个腰带是要连接这个盔甲。顶半段到后半身因为你若规片的盔甲穿咧，你规个人就无法度动嘛所以要分做2半顶半面甲下半面，然后中用这个腰带来绑起来绑起来了表示准备好。其实咱若在座有做过兵的人，咱拢知影对无？咱做兵的时阵，班长拢会来咱检查啥物 S 腰带有下好势无？因为你若无下好势等你走出去都绕裤，安尼就免烧战，所以因为咱咧烧战时阵爱走爱跳，若无缩掉迄个腰带，可能会出状况。而且这个腰带毋是干那穿裤尔呢，伊还佫带一寡兵器，比如讲古早的时阵，刀甲剑，放伫这腰带顶面，所以一定要行啊真暗，你才有可能出去征战。现代的军人嘛是相共爱带枪嘛，是讲枪支等等这物件都下伫腰带内底，所以咧看一个军人伊有受过良好的训练，甲伊所下的腰带，咱就知影讲这装备有穿了好势。所以保罗第一项甲咱讲，爱用真理做腰带，互咱准备好势。用真理做腰带是啥物意思？第一有2项意思，第一项就是真理就是真实的心。保罗讲爱用真理做腰带的意思就是讲，咱爱将迄个上界基本的准备好。基本的第一项就是啥？就是真实诚实的心。你若无真实诚实的心你搁早偌好的宝剑、偌好的装备拢无重要。上界重要是咱用诚实的心做咱的基础。为什么？因为咱的对手魔鬼伊拢用白贼，用欺骗的方式来威胁人。如果咱有真实的心做基础，咱就袂受伊威胁。搁第2项这真理嘛代表啥物？代表上帝的话啦。用上帝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试探。咱敢袂记这顶礼拜牧师讲的这个经文，魔鬼咧试探耶稣的时阵，耶稣拢用啥物话来回应？拢是用圣经上帝的话嘛，所以咱理解真理是代表上帝的话，咱的生命内容互真理约束的话，咱有清楚了解上帝对咱的应允，咱就袂受魔鬼的诱惑。所以为什么咱，比如讲咱顶礼拜举行圣礼典，
这成人洗礼，咱的教会拢会送伊一本圣经对无？就是爱因将因的信仰起做伫圣经上地位，这是因信仰的基础。安尼，咱若将圣经上地位第一来读，咱就袂受别人影响，袂受魔鬼撒旦用别种无好的话来咱影响。所以这真重要，爱用真理做腰带来下，有真实的心用上帝的话。第二项，保罗继续讲，伊讲爱用正义做互相价，保罗讲爱用正义做互相价，这个咱知影胸坎是咱身躯面积上介大的所在，所以人咧攻击通常拢是攻击胸坎，而且讲你会讲头较重要对无？人若头去互枪弹着，还是叫刀扑着，当然头壳会受伤但是你要知，咱头壳较高闪对无？你胸坎就较无容易闪嘛所以伫迄真正咧征战的时阵，拢是对你的胸坎来攻击因为较歹闪。甚至咱今仔看到警察还是宪兵咧执行勤务的时阵，拢爱穿防弹背心来，因为这个所在爱保护掉的而且咱知影咱的心脏若万一去互攻击就真容易死亡所以对古早到今仔日，这保护这个心其实是上介重要。当然这对咱来讲有一个属灵的意涵因为魔鬼要攻击咱的所在是攻击咱的心心是上容易被魔鬼攻击的所在，所以保罗讲爱用正义保护你的心做这个互相价来保护你的心。而且正义有两项意思，第一个项就是圣洁、清气、圣洁其实咱若看保罗的书信咱看见伊一再咧要求讲，所有的信徒爱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伫保罗迄个时代整个社会是充满淫乱真侪有色人的这风俗，所以伊爱信徒踮伫即个社会中间爱过圣洁的生活，毋通受到其他的代志的影响。所以咱看起来，伊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讲：亲爱的朋友，既然咱得到这应允，咱就应该爱清气家己，除去一切互身体甲心灵污染的代志，伫敬畏上帝的生活中间达到圣洁。魔鬼就是利用咱的弱点，互咱行迄个无圣洁的代志。所以第一项就是要用圣洁来过你的心啦，互你的心得到清气。另外，正义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正直，也就是讲无偏离正道的心当魔鬼咧诱惑咱的时阵，咱因为心中有正义来保护掉的，咱就无偏离上帝的道。所以会当互人伫面对逐种魔鬼的阻挡的时阵，咱能勇敢向前行。所以保罗甲咱讲，爱先用真理做腰带来束掉的，爱用正义做互相夹。后手还佫有几6项，咱后礼拜要继续来看。希望咱拢会当学习，将这属灵的军装来穿好势，安尼就当抵挡魔鬼的攻击。咱同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佮互阮一遍得到帮助。恳求主，你赐福互阮，互阮所有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的正兄弟姊妹，拢会当因为你的话来得到激励，互阮会当倚靠耶稣基督，起做阮刚强的属灵性命，会当透过全副军装的帮助。互阮会当面对魔鬼撒旦的诡计，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